今日新闻头几声，就要来看今仔日已经开始咧歇527个连假，这高速公路车侪煞到随发生车祸。早起这国道3号路南道3大发生事故，造成塞车。也若明仔载连假第2天，早起有关是路南的车会较侪，也若过道了后，就会变做是就北开始有车阵。这国道5号是有可能会一路塞到半暝。也若是机场的情形，今仔日是有真侪民众趁连假要出国。这桃园机场今仔日要出国的人就约6万人。第人员引导旅客接排队，早起7点外，桃园机场报到柜台，旅客排满满。桃机公司统计，连假头一天就约6万人出境。会担心要排很久，所以我提早到。提早多久？开会前3小时到。这别的已经大排场了，排到这边来。刚看的时候有没有吓到？有，没有想到就是可以排这么长。桃机公司估计，对5月29到6月7日，总共5天5日岁连假施运期间，桃机总运量超过68万7千人次。建议旅客提早3点钟到机场，也使多多利用网络报道。除商务车厢之外，其他车厢都是自由座车厢。要搭乘自由座旅客可以多加利用，谢谢。因应路南旅客真多，台湾高铁启动加开全自由座列车。也若赶伫连假进前，代替北回线、东小清水溪桥、和林到总德路段改建工程完工，进前因为工程停驶，27日次也恢复加力运输。国道高速公路部分有计伫3月连假第2天，顶半天也是路南车流为主，到下半天就开始出现上北车流。有各一上北较塌的保养系统，也有湖口路段可能塌到暗时。也若各个上北车真侪情形，可能会到透早。国五路段北向的宜兰平林路段，拥塞的情况会比较早出现，大概在早上的11点开始，一直到凌晨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。苏花路龙部分连假头一天往花东车速平均会使维持伫60公里左右，有计连假第2天车流会更较少。不过最近可能有午后雷阵雨，提醒用路人若拄到雨较大，一定要小心豆豆仔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